雨天拿伞多寻常的画面，李明志手里的伞却极不寻常，日币要10万块，相当于上班族1个月薪水的顶级阳伞，是精品业者为 VIP 客户定制。伞架由榉木塑形蒸烤而成，纯手工缝上近100颗施华洛世奇珠珠、蕾丝、链条，还有可以当胸针的活动花饰，犹如定制服般细腻精彩。那你里面绣一定要跟外面就看起来一样，就你不能有线头。你一个线头一断掉，咔，整个就会溜掉了。然后这个透明，好又透光的，然后又可以防泼水、防水的功能，然后又可以防紫外线。结合时尚元素，在阳伞材质、剪裁工法上创造独特性。一把伞就不再是上百块，而是动辄4、5千、上万元的高售价。好，你看一直没有什么东西，其实它里面放了很多的工时，还要熨斗去烫，有时候还要去蒸。所以这也是特别定制款，要同你某通用，这很特别。青斗功夫，Fit 青斗功夫，花掉很多时间。夏苦空研究出的技术作为基础，李明志从代工累积的经验，看见品牌的价值。因为很多东西是说做到后来，你要有各个故事性，你要有一个文化，那文化就是要你台湾其实很多的一个元素在，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商品，转换一个商品。像我们那个文化。那个吴仲仲吴老师那个胖女人，她有故事啊。现在也正尝试融入台湾风格，伞中有画，撑起台湾本土艺术家的精彩。而花布伞里也有客家想对世界说的话。成功的将阳伞时尚化、精品化，李明志还有梦想，他希望以自有品牌，以伞来行销台湾意象文化美感。亚同民某通用，地铁青斗功夫。亚同民某通用，地铁青斗功夫。